第一次請牌，好多人最擔心嘅唔係價錢，而係會唔會中伏。今日我阿古就會用1分鐘嘅時間嚟解答新手最常見嘅3個問題。有興趣嘅請睇到最後，記得幫我點個讚。問題1：究竟大佛牌會唔會黑仔？其實大佛牌係一個信仰，亦都係一個精神嘅寄託，佢係一個助力，令到你人生更加順利。第2個問題，新手第1件牌應該點樣去揀？我阿古建議你一定要了解自己嘅需要，譬如人緣、招財、避險唔同嘅功效，最好揀返正料出嘅正牌。如果你哋有啲咩疑問，都可以詢問我阿古。最後一個問題，佛牌究竟係咪越貴越好？其實唔係，價錢係反映咗年份、稀有程度、受人追捧嘅程度同埋材質，但係對用家而言，適合自己同埋真假先係最重要。如果你哋有任何嘅疑問，歡迎聯絡我阿古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，唔記得幫我點個讚。